50岁左右，对不对？啊是安怎？啊停经了，是安怎会停经？表示啥物话？表示过了中年以后，女性有月经表示啥？表示伊分泌女性的荷尔蒙。啊，荷尔蒙女性荷尔蒙对于女性来讲有重要无？介重要。其中一个介重要因素就是啥？伊的好处介济，但是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啥？伊会使哪？互咱会使互咱的骨头内底钙质卖流出，较卖流出。但是你停经了，你有分泌这女性荷尔蒙无？无。你就我就无这个功能啦，所以你的骨质会流失是啊，你的钙质流失是哪？会较强啊。所以这个啥，女性、男性有共款的所在。你讲男性就袂骨质疏松吗？嘛是会，但是无女性这条对。当然骨质疏松含你少年的时阵，你骨本囤的骨本囤的好歹有关系。一个人囤安尼骨本上好时机是啥？是啥时阵？女性不管女性也好，男性也好哦，食老了，你的骨质疏松含少年的时阵，你的骨本有囤好无囤好，有足大的关系。人囤骨本的上好时间几岁到几岁？18岁到15岁。我看可能在座到无超过15岁。少吼，但是呢，伊最近的研究呢报告都出来了，女性是35岁以来，男性是40岁以来，你补充钙质的效果，互你的骨质囤你的骨本的效果，佫袂歹哦。女性35岁，在座到35岁以下也试看卖，你着爱好好去把握这时机哦。男性是40岁以内，你着好好把握这时机哦。在座是拢超过啊，拢超过啊，我超过啊，要安怎？超过啊，无效啊！我爱讲，无效要安怎？这表示讲我即摆我钙质补充，我钙质流失。确实会较强力，这是无对。如果你来讲但是讲你来讲，我伫35岁以前，我伫40岁以前，我囤骨本有囤无好势，你着较免烦恼。你自认为你囤无好势，你可能爱注意，了解若超过了解，甲你这样讲，甲你顺讲，对不对？爱你讲，你也较早来讲的，叫我较早来讲的。真正，你等礼拜较同意我尔，对不对？了解，了解。所以呢，我讲实在，女性超过36岁，男性超过40岁，你补充钙质效果确实足歹。确实，你讲安尼好啊，你所讲无效，我就莫补充就好啊，袂使。有总比无较好啊。你无这个来源，你会愈严重啊。所以你嘛是搁爱来关咯。但是伫两年以前，医学搁发现，搁研究出来，虽然超过30岁、超过40岁，但是搁有一个补救的方式。各位你知无？袂吼，哇，应该在大声。哇，这个介重要是不是？真正搁有一个补救的方法。这个补救方法是啥？这个补救方法就是运动啊！各位有咧运动无？有啊，有你着较免烦恼安怎对？运动会使帮助你，互你这个钙质安怎送你这骨头内底哦，伊有安尼功能所以你着爱补充，你着爱有这钙质的补充啊！你无补充，伊要安怎送？无钱安怎送啊？是不是？你着爱食钙质，但是钙质有帮助钙质吸收的物件无？有啥物物件？你着去啥？着维他命 D 啊，维他命 D 知无？听着了解听着了。
按糖的为啥物低面要做这个？你拍去倒啊？你拍去啦？我无记10点去拍咯。啊，你着透早起来，迄日头安尼做温柔，你拢拍。你去山去行路，行路去行路，行较去一点嘛，拍半点钟。下晡时啊，去行，去拍半点钟，安尼就有够。安尼知无？所以你知影运动要拍去，我无记12点运动哦。无迄个作业的时阵拍，回复的电商唔好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爱安尼对你开始有帮助。所以较早35岁、40岁以前呢，你根本你就认为我根本存无好势，你即摆用安尼来补救，会到尾，所以呢，大对做囝对恁祖孙啊，你就要先甲讲，你来甲教，安尼知吼？所以这就是伊钙质钙着。我刚讲着，会帮助钙质会吸收，除了去拍去以外，食啥物物件会互钙质帮助伊吸收？有啥物营养素会使帮助钙质吸收？拍面就拍面啊，遮悲观哦。无对，拍就拍面，但是你要维持，莫讲更较严重，这是最主要啊。我无讲，你即摆要囤已经摊袂到以前，但是你要维持好维持你目前的情形。你嘛搁无愈食力啊，是毋是？好，按人食着钙质，有啥物会食啥物营养素，会使补充伊钙质吸收，啥物物件？青土豆哦，黄豆啊，黄豆是钙质的物件，是钙质含水物件。我叶高赞塔，我讲钙质的物件，青菜济，头拄所讲黄豆类的物件也济，所讲牛奶也济，搁啥？搁盘也济。较另外个拢即种物件较济。但是会使帮助你吸收啥？维他命 C 啦，听见无？维他命 C 知无？啥物物件内底维他命 C 济？水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饭后你即顿食着钙质无？有。你饭后是安怎食水果？食维他命 C 帮助你钙质吸收。我讲了解无？所以食维他命 C 是有作用，是有伊的道理的啊。既然有帮助吸收的。有阻碍伊吸收的无？有阻碍我钙质食落去，我维他命 C 会帮助伊吸收，有阻碍伊吸收的无？有无？啥物件？第加 B 啦。第二啥物话？茶啦，大菜啊！恁是10饱泡茶哦，是毋是安尼？我讲。上门的爱咱偌久？食饭后啉咖啡啉茶是介好，一般人介好情形是毋是？谈到我伫遐伫韩负责人伫遐咧开讲，伫遐咧说我嘛啉介侪茶啊，伊好意啊，伊好意咧泡咧啥物茶，介好的茶啊，互我啉嘛。我干食饱啦。其实我食饭啉茶感觉足爽快，但是呢，事实上对咱人钙质的除了钙质以外，搁啥？搁铁质咯，铁质知无？按血原料铁质影响伊啥？所以上好呢，尤其是伊讲起来，尤其是我是年老人啦无采你即顿食铁质食钙质，你也饭后随啉茶随啉咖啡。会影响伊的吸收，所以呢，上好是咱1点钟，你食饱了后，1点钟大概消化吸收差不多啊，你里面无啥物影响。你上无嘛要半点钟，我讲安尼，各位食饱随啉茶、啉咖啡也是，有无？绝对有啦。绝对有啊！
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人半点钟，人4点钟嘛，你上课，你若讲我真正挡袂牢，我食8台油加米来油的，根本无法度，是不是？但是加减有影响到你的吼，你知吼？第二油，第几类？第6类啥？油一个物件，油一个物件，油按人需要无？油是按人介重要的物件，营养介需要的物件。在以各位来讲，各位拢食啥物油？拢食植物油嘛，对不对？恁食素食，恁敢有猪油，敢有肉油，敢有牛油？无嘛。油分做比较，一般来讲分做2种，一种动物性油，一种叫啥？植物性油。食几种油较好？你若讲对身体来讲，食啥？食植物油，有啥物油？橄榄油、葵花籽油、花生油、沙拉油、黄豆油，这是植物油。如果你讲你身体内底，你配油管、你胆固醇管、你有酸管，上好食啥？食植物油，对不对？一般来讲，当然啦，植物油对这身体来讲，但是某种场合内底油，但是呢，对一般民众来讲，譬如讲，会食4路的物件咧，对不对？各位有听食4路的物件无？无。如果这物件要起煮，用动物油较好，还是用植物油较好？植物油，恁各位一定用植物油嘛？恁若袂用动物油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植物油我通讲对身体好，但是有一点你起来吃吼，植物油无适合起来吃吼。安怎讲？植物油伊的熔点啥？伊会使耐高温的这种性质啊，伊无法度会使啥？会使涂，会使来做高温的物件。所以呢，你用植物油起要变物件，要煮物件，你温度到一个温度啦，伊会啥？伊会清起来，吼。植物油伊就是熔点较低，伊的发炎点较低，就讲伊较无法度去承受较悬的温度，所以温度到一定较悬的温度，伊就开始出烟啊，有无？开始咧出烟啊，开始出表示这油要安怎？开始要歹嘛，你开始要裂解啊。动物油是伊温度较悬的，会使那种高温哦。所以植物油你也油歹，你油管歹，这油这物件对咱身体就有啥？就有歹处啊。我讲了解无？所以有的人你讲起钱，这油搁强放起来煮，这油已经出现也是裂解了，已经酸败个歹的油，无适合好食。那上好，你讲安尼，你食物件，对各位来讲，各位食素食类的物件，有介侪性的物件无？有，对不对？有。所以这当然伊的制作过程我毋知啦，我毋知制作过程是安怎，是毋是伊油无到较悬，伊就已经甲捞起来，甲糊起来。如果讲油水悬，搁油你有看，油甲超出理智，油也歹，对咱身体无啥。所以意思是讲啊，伫我所知影，素食介侪蔬菜了物件，介侪是啥物事？所以意思是讲，真诶，伫安尼煮诶方式呢，你真诶，可能温度爱注意一下，也是讲莫偏偏，莫伤过食，安怎食煎熬这种事。你介你炒煎诶，你我相信素食要煮诶方式嘛介济啊。无一定，所以加起来做来提一下那这呢，大概我头仔讲过啊，就是讲是不是讲做很多手工的这就是嘛同款
一个人，各位哦，在按一个成人就是大人，一天，通到我所讲的，你爱食偌济物件，你靠你的营养，较会使靠你的营养。通我所讲的，我举例来讲，我通讲啥，饭啊、面啊、芳啊啥，以饭来代替，以饭来代表的，一天爱食着啥3、4、6碗。各位，一天有食3碗饭无？无哦，无哦，无食到3碗饭哦。但是这身材袂歹呢，哪有安尼身材？食无3碗饭嘛。但是我爱讲啊，有诶食到6碗饭时啊，伊可能做较粗重诶工课3碗4、6碗表示我所讲我类诶物件是啥？是饭以饭来代替呢？你面啊、米粉啊、粿啊、蚵仔番薯啦、番麦啦、饼啦，这种叫做拍啊，这种叫做啥？我讲几个物件，譬如我讲举一个，一碗饭会使换几片熟饭、吐司啊，3片。一碗饭会使换2碗糜，会使换2碗面。意思讲一碗饭含2碗面，饭是平平啊，莫硬生哦。平平安尼一碗，含2碗面、2碗米粉、2碗蛋粉，是加济哦。含咧咸饼有无？酥角饼12片啊，叫做一碗饭哦。3片吐司啊，叫做一碗饭哦。蚵仔番薯你含饭底共款，叫一碗饭哦。安尼听有无？所以伊是一定食饭哦，比其他物件嘛是有无？安尼食无3碗就手，安尼就有啊所以咱就是共类的物件，是不是？来，这呢蛋豆鱼肉类，就是咱所讲的卵啊，一天食啥？食4、8，你一天一个人，我讲正常人，毋讲正常人，一般人，一般人一天食4两至5两的肉饭，一日哦。1两至4两至5两的肉就够，不管鱼也好，不管什么肉拢好，一天一个人大人食4至5两。各位知影1两偌济吗？1两有偌重吗？知无？毋知，拢无咧，恁可能无咧买肉所以拢毋知1两偌济。1两35公克我问你的手指，当然你可能无概念，因为你无咧食肉。安尼手底迄镜头爱算啥？手底你讲有几两吧？有几两？大概2两至2两半，当然大细有差女性查甫有差比如一般女性来讲，大概到2两至2两半。意思是讲安怎？一个人一天爱食2手底啦，才一个肉类。但是我遮所讲的肉类是啥？是以肉类来讲但是遮有啥卵啊、豆仔类，这种啥含肉类是共性质的，对了。所以我问各位一个问题：1两肉35公克，就是我刚所讲的大概你手底一半。你女性手底一半，头1两肉35公克含1粒卵，鸡卵50公克。含一块豆腐，靠咧买4角豆腐我问各位，这3项物件对较营养讲肉较营养举手，讲卵较营养举手，有人举手，再超10个人。讲豆腐较营养举手，搁较侪人，无举手的是安怎？毋知，难道我有听讲病营养答案就是病营养是安怎病营养？我头有讲过无？豆仔类、卵类、肉类是安怎是安怎甲安怎？用做伊是同类的物件，表示啥？伊内底成分是差不多的。我讲知无？
所以讲，我哪有讲一个人一日食4两至5两的肉，我讲4两就好啊。如果讲下早啊，食一粒饭，中昼食一个豆腐，你会使搁食几两肉？搁食2两就够啊。另外2两是用2项豆腐来代替，安了无？所以各位在座的，你无食肉敢要紧，无要紧。但是你安怎？你爱有食呢，爱有食豆仔类的物件来代替肉的物件，安尼了解无？所以无食，所以你也有蛋白素、豆制品的话，无食肉不要紧。但是有小可，你若讲无食呢，哦，迄个有小可差，你若有食还好。哦，因为营养素内底吼，我安尼了解吼。第二，所以你看，你一个成人，你大概用，意思是讲，我一工我4两肉，我换做4块豆腐会使买。我一工换做2块豆腐会使买。你着爱，你着是我一个成人爱食较济哦。各位在座有在了解无？我所讲的豆是含包括豆制品哦。哦，豆制品是啥？像豆干、豆包、豆干、豆干丝，这种物件，袂使。所以各位，我相信你食有大概有食4分至5分无？蛋嘛算1分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是看嘛，你一工就食遮济物件，规工哦，毋是一顿哦。青菜一工爱食3撇啦。一日呢，毋是一顿呢，3撇仔1撇仔落落咧，你用手就安尼，安尼叫1撇仔。你一日食无3撇仔吗？尤其你食素食的，无食3撇仔吗？有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有就好啊。我说有当然你较食较济啦，对不对？你讲青菜有啥物营养？有啊，介侪营养啊。当然青菜，我按人所需要营养。过来来看水果类，爱食2粒，西瓜1粒，葡萄1粒，安尼叫2粒，是安尼吗？毋是啦，西瓜1粒拜托，西瓜我就5粒，我要5粒西瓜安怎？是毋是？所以呢，是所讲的应该卖讲2粒，应该讲啥？2分啦，1分。以粒来算的话，大概你分头无啥大，分头无啥大，你一工爱食2分头无啥大的水果。比如讲啥，土果、梨啊、柑仔、牛奶、芭乐，这拢用粒来算。对不对？你讲我其他不是用大粒来会好来，你就用好啊。比如讲啥，你一人分头无几粒礼物，差2粒嘛，对不对？你会使一人分头无会使好几粒葡萄。10粒对，所以讲你一工会使食2粒，你夜讲讲食葡萄，你会使食几粒？几粒？20粒啊，是毋是？安尼知无？礼物2分，安尼礼物会使一工会使食几粒？4粒啊，各位拢知影，是毋是？所以你家头一工差不多爱食，你有食着2分的，安尼分头好水果无？有无？无就爱有啦咱今天一工爱食1杯至2杯，这就是我就来讲，这是按成人大概所需要营养的量那包伊会使用2项项豆制品来代替来，即摆开始讲，人是安怎会老化，安怎会破病，无爱安尼嘛。我即开始讲，用安怎食物件，安怎食物件。互咱人较莫破病，互咱人较莫安怎，较莫，互咱人老较慢命啊。各位免老较慢的无？袂我惊来讲伤烦来我来讲，啥物时阵拢袂慢，你做即摆开始做拢啊。其实各位所食的，以各位所食的这种情形，各位你平时我这边讲的最主要的对象。爱你看，你看面，但是各位